切滚刀啊，用滚啊，对，不是一边切一边滚啊。哎呦，你们家还有单身的儿子吗？啊，有勇敢。那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哎呦，真的在问呢。你都改概念吼，地图就病偏离婚啊，条鱼狗啊，你都咧。我都唔是病啊，多我就做啲工机咧。哦，还没这个锅哎，你干嘛那么多水啦？哎呦，水力干、沥干、水力干、水力干、水力干。还没服了。哎呦，灌贴了。哎呦，时间都拿去开火了。惨嘞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手就現衝嘅向前朋友大家好。我要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今日同歡喜有來到新竹也到畢業，唔過講正經哪裡客家人的料理哦，正經係講唔會說。可是呢，客家料理是無遠弗屆的，你做嘛幹嘛？哎呦，因為是無遠弗屆。因為呢，你客家人呢做的這些醃製物啊，也到畢業。也就如果嘅東西，那就做帶進去。不說講，你喺度外國啦，上到自家故鄉面頭，就帶着一啲老撇乾啊，嘛滷嘅東西過去，一抓出來就係客家不卡面頭嘅。除了個故鄉嘅味道吼，他就吼，假使你就外國嘅朋友，你是上本機，讓他認識到客家的好味道。就做得出嚟到誒。好，唔該你三下來先來分享到今日你嘅評審欣賞，先來分享到你嘅齊玉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还有韩就吼，我这一边吼，哎呦，走在跟我媲美帅气的哈，新许怡新师傅，大家好。齐師傅，其實我之後你用啥懂油鹽的，用啥你都會做呀，你也得傳呢。嘿，那你們這兩個人都是做月子餐，會不會有點較勁？同業競爭，我們是良性競爭。哦，良性競爭。OK。台面上哈，這個台面上係良性競爭，那私底下是私底交流。哎呦，私底交流。交流的。哎呦，真的很會講。好了，不過我們評審老師都是公平公正的哈。先來看一下今日嘅剔出來嘛，出出。來看一下，好。等一下吼，打開來吼，外邊吼涼沙吼，中葡式的時候菜上一下，到底係乜嘅東西哦？來打開來看一下。哇！哎呦，我喜歡。你放起乜嘅？辣椒。辣椒。還有這係乜嘅？椰殼。哦，椰殼。哦，哎。用碰用。鐵條的哦。來團看啊。今日我做乜嘅料理？高博蓋香牛。哎呦，因為這太明顯了啦，明顯的啦。不知道的人真的是拖出去了。這個宮保雞丁它算是川菜的一種非常經典的料理，不是要煮以後啊，要看國家的本地的哦。雞肉不能太老。好，辣椒要夠辣。好，OK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哎，今天剛好參賽者都會感情非常好嘅兩公婆，都是愛妻的男人，跟備受保護捧在手心的公主。那不就是我嗎？好，首先先來分享到是呢，范尊明、泰國老李蛋龜胎記，這種掌聲啊！還有吼，我哋有咱處於吼，你係非常恩愛嘅兩公婆吼，歡迎羅品基、老梁板榮。哎呀！呀，真以後我們私底下嘛，可是6位時間給兩歲，真的是好恩愛。看來你條案啦，剛才給很多順後老給卡在呢。哎呦，我是自己撐傘呢。哎呦，我懂意思了。你還老給撐傘，不用，不用。那個雨傘拿來。雨傘拿過來。來不離撐。尊旁泰哥，因為您是要給單貴姐按獎的朋友。哦，讀書的時間，出去撩的時間，您起來。真的，飲壽司飲到哎，飲壽司哇，好浪漫呢。哎呦，講起來是頭數沒有專心哈。我問大貴姐，嫁給我們的客家男人，那道也想到你，幽默風趣，幽默風趣，很重要。好，我會加強。對，他們又很帥嘛，你看有沒有他這樣子？哎，怎麼不能這樣講啊，不能這樣講。你看看我們。對啊，這個最低標準在這邊。對，最低標準應該在這。好，啊，唔過等下主要會罵啥不記住。哦，你看一家之主，一家之主，一家之主，今天好老公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團結下嘅雞片了哈，你兩上面係非常恩愛哦。你講一下你最愛妻嘅表現係乜嘅？哎呦，我的專業就天珠菜。哇，運動好呢。對，老婆把手藝
手艺教过来这一。组已经很明显看出来，不是只是爱吃，给韩东下给老公，下都要给你看，下都我们家也是这样，我爸爸也是这样，都是被我妈妈吓的。哎哎呦，那我们现场来下一下好吗？现场下。给你了，有信心吗？有好，所以来金好体育馆比赛喽。木爬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嘴啲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菜色。本來係亞布卡嘅卡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吹奏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哇！今天玩什麼？俩些吼外交，乌龟跳，你是不是忘記客家話怎麼講？貴嘅跳，貴兒啊！貴兒跳。那我先對你好了，好好不好？凭意見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我們兩個 PK，你們稍等一下。好，好來，預備，貴兒跳，該你，貴爺跳，跳，耶！謝謝。平時間唔怕，來，喊就來，剪刀石頭布啊哈！好嘞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我們就到這邊結束。到這邊結束了嗎？好，來，好，等你。好，貴爺跳，該你，貴爺跳，貴爺跳，該你，貴爺跳，耶！我們贏了。好唔，怕，俺先開始。 OK，你先轉你，俺先攞一個特別開哈。好，好，俺先開始哈。對，這個也特別。我先提醒一下，你那個切講動河，真的很不好，好得啦，好大家得。注意啊！個切講吼，俺做得先切水簡單個射風掛，好冇？好，個水簡單的哦。對對對，好，好，剛才有擺盤的哦。愛切滾刀啊，滾刀做得滾刀，按用滾啊，對對，不是一邊切一邊滾啊，按用滾刀。計時將開始。要做得好，你兩把聰明的呢？係做得，會聽太嗎？唔係唔咩係，滾啊！是小黃瓜滾，上下小黃瓜滾，哎呦，再轉，再轉，刀子也要再做得係，係安插，哎呦，係很好聽哦，係，會不會太小？唔係，去切到去怪怪。我換一個。哎，哎，不行哦，，B B，等一下，那人好好好切，切，人家老公在旁邊，莫按用力人家的先生在旁邊，啊對，今天例外。好嘞， 30秒，他會切嗎？該半中切一根，他會切嗎？該切乾辣椒，剪開的時候咧，嘿，對，切骨，莫切骨啦，給我點，好對，哎呀，切骨，剪7、哦，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B B，剪刀，哎呦，走暗道哦，一條線你過來，一個走啦，這位，當然冇乜嘅哦，係啊， OK，冇乜嘅，好棒哦，唔怕啦，哈，今年從家下每半記徛到誒，真嘅也會水，哎，不能卡刀，哎，我還能做什麼？你就不要講話，就是最大幫忙，哎呦，不要動作，非常厲害，非常厲害好，等下看你哋哦，要槍停1分鐘哦。好，來，好，你下幫我一片，一個從那樣用嚟切，切末還是要切斷？OK，好，可以。必須開始。這個你不用沖白，那個要要行，沒關係，不用，是啊，是不要給我，這樣可以，這樣可以。好，那好切嗎？該的呀，要嗎？該，要切末，切嗎？薑成末，熟哦，你都係用嫩薑哦。哎，那我先切這樣子啊。做乜嘅？用嫩薑，做乜嘢用蘿薑？嫩薑，這是肉薑啊，哎，老薑啊，這肉薑啊，老薑媽呀，咩老公去買的，是老婆準備的。係啦，好驚會切，哎呦，很強啊，你看，哎，你們家還有單身的兒子嗎？啊有有兩個，勇敢啊，哎你可以選哦，有。沒有啊，你看頭嗎丹？桂姐那麼年輕，敢來我給她。哦，你是6歲的，哎呦，可以哦。還要切嗎？不用切吧。我記到哎，誒，可以耶，不用了，可以哦。不用順條，不用順條。那他現在在做什麼呢？哎呦，真的在問呢。一先 Q 係群
梗係少年何魔啊！哦，在评分哦。可是还有那个呢，还有乜㗎？蒜末，蒜末。五百，等下往右回切。单圈500，500。 500。哎，如果你刚才有看到我的进度，你就会知道。你是地嘞，500哦，嘞。我地的。好，切完了，切完了，走对走对， 4、走对走对。 3、2、1，好变动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切奖金行要1分钟的部分哈。好，来，梁沙强下吼。向下走。好，我们就1分钟就要开始计时哦。计时跳开腿始展现你的恩爱。赶快那个，用办用办。这个对啊这个不，现在切吧。青菜，看我这怎么干。个要，明珠姐刚好你要热油锅吗？对对对，我帮你热热。热要不要试？要不要试哦？现在要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要手个，做个，做个，摸了摸。要不要再热一下？再热一下。还有等一下。等一下。 20啊，会不会太？不会，我们让它快一点。 20是爱你啊，哈，怕。她老公在这。对，你怎么按哎呦，怎么两边我都？压他的手艺哦。哎呦，有拉吗？应该干妞就不用再便宜分果。有，还有变嘛改东西，哎，丹桂姐，还有变嘛？有酱油，一点太白粉。哎呦，明珠走过盐酥鸡哈。7、6、卫生纸， 4、3、2、1，走得快些，快走来，快起走嘞。开始。我快点走嘞。好， N 我帮你预备好了。 N 红吗？还没，还吗？他忙起啊，你要切吗？大叔，让我切这个切细。好，来切。很明显的，俊鹏哥在家里就是负责吃而已，对不对？难怪哈，考到一个后牛安呢。有大大的学问。嗯，对。土龍鼓、長球啊，雲硬踢，俩头锤。那这样好了吗？的就是这个鸡肉，干妞总得调卤。你要起来了吗？要起了吗？给它炸一下。好，还确定哈？一米下，跟俺然后弄好比绳子都可以先不用给导毕业。哦。你看给他导毕业多么细心，而且你喊哪不切？对呀，你看他的酸条就给后尾，你要不要当主持人？哎呦，每一集都问一下。我们现在有在争主持人的部分。走对了，走对了。好，连制作人都拍手了。一集通告费是就200婷婷哦。不会啊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可以接。可以吗？做对吗？该怎么改服？哎呦，这个泡泡啊。呢度係雞樣吼，啲度要用便利粉啊、調料膏啊，呢度咧。我都唔是用啊多，我就做這張機咧。哦，哎，课总办呢，派课语老师到课总办的信上。哇，你搞他干嘛呀？还特厉害，这个只要给带上去集训一下后嘛，第一点主持 IQ 完全没进步，完全没进步。可以吗？做对吗？該做乜計會？哎呦，這個泡泡啊！蛋白質啊，安用做對了哈。做對了。好 ，OK，繼續加油啊！我們過去看看了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哇，你要不你該編花椒嘞？哇，花椒好像我的愛。哦，天哪！沒有那個B绳子嗎？沒沒關係，沒關係。還能要立耶嘛？對呀。你就那個，哎，對對對。做得。懂下了。跟腰係屌嘛？關掉。對對。哎，我都計雞樣唔是破過。是啊，好。呢度計雞樣吼，啲度要用便利粉啊、調料膏啊，呢度咧。我在偷錢就不用。我都唔是用啊多，我就做這張機咧。哦，火藥味很重哦。哦，雞腰黑粒，咁冇用冇重用咧。真的哦。對，因為我都寡皮哈。深度過啊，就啊。哇。因為你剛剛那不一個冰塊啊，就啊，會撞到顏色就比較淡啦。但係我煮好是唔會啊。哇。我就做得就轉咗煙味啦。好香哦！哎，這個厲害了。好了嗎？啊？好了是嗎？要啊，再哦。過來呀。再一點。很漂亮。你以前會長喺中馬嘅條路啊？啊？中馬嘅條路誒。我哋做你的講法。廚房。哦。廚房。對，我在學校煮小朋友的營養午餐。好有愛心哦！終於，原來你就是那個愛心媽媽。想問一下，都好告訴出有什麼原則？一定要乾淨。獎勵，還有呢？還有對一線有沒有？我們煮東西都會有，其他東西都會汆燙過。一定要先通過 B 線。對，衛生係。還有咧，因為本身顏色就本身顏色。對，一定要熟。
哎，不熟的话就一定不行会熟。对，该是想做该月子餐恐龙啊，好，可能我意思。你们两个就做月子餐哈。对啊。那我们选购了一个片柯娜喽，加油哦！好，等一下加看你油加油哦。！哦，如何如何？哇，怎么还在捞鸡肉？怎么？啊，聪明，哦，用cái葡萄嘅油吼，拿来炒好。香哦！哎呦，马莎嘅使用法啦。当然是老婆大人。哎，看得出来泰國很疼太太，真的。那特別前度按講嘅布娘啊，cái平同人啊，屏東人啊，屏東嘅客人啊你有啥？你有叫咩意思嘞？叫咩叫愛生人啊？你該不會也是廚師吧？我不是廚師，你走埋條路。貴婦，我在上一點班啦，在上班，在科技業，科技業上班。哦，啊，俊鹏哥呢？他是係課餘老各種班師。誒，喺課餘老師到各種班的線上。哇，你搞他幹嘛呀？還可以嗨，這個只要給帶上去集訓一下後嘛，第一年主持 IQ 完全沒進步，完全冇進步，有啦有進步一些有啦有啦，佢講以後啊，真的嗎？過後啦哈，哦，過後，拜託讓愛輸我發現老師講哦都很委婉，對，但都是是講哎，都是以鼓勵為主。對，係咪有啲教嘅小朋友啦？哇，一起嘛，然後教嘅客家話。哦，我們不是有教客家嘅但不用，各種班但已經那是醃肉你咪要用。你咪會從散過係，都少會啦。俊鵬哥仲會從散過我有點呢。你條線係好，我們剛剛買的先過去，我東西。們先過去，好表現你的恩愛會加分哦。哎呦，好嘞啊！就起個眉頭咧哈。你吃那個。哎呦，好嘞啊，哇，哎，要不要擦一下衛生紙、衛生紙？衛生紙。吃嗎？該發生什麼事哦？壽司醬夠。要再一張，要再一張，皮條唔好嗎？是啊，哦廣東話。哦，不是那裡那裡用它炒在哦。上面，不用不用，要生內瓜還是自己種你的嗎？都做嘅啦。哎哦，不是不是是哈买的。好哦，應該種。應該種的。好哦，哇，好想偷吃哦，對啊可以好棒。其實你要偷出來吼，只有一款還是該牛吼，不能太老，它就該花生體條吼要脆脆的。還有給生內瓜不能亂切。啊，那完蛋了。 OK，你怎麼笑得這又麼開心？被叮了。哇，好了，哇，好有愛心的感覺。嘿啊有？嗎？對，哇，昨天那裡小朋友吃了，對對對，來來來，好了看一下這邊。哇，你得給它掉凍豆哦。裝飾裝飾裝飾不會辣，不會辣。好好好。好，倒數了哦。可以可以，慢慢弄好慢慢弄好，來擺好來擺好來，擺漂亮來，夾子夾一夾。 9、8、幫我拿着。七我家。 6、 5、 7、拿着。 3、 6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就有吃車柯南那部卡米西靠後身嘞。哇，好啲嘅胸部解開咯，肌肉呢，然後用架周圍都夠有貼色。看起來魔強人誒完全不。一樣，因為人家看起來是有醬汁的，我們這是乾收的。應該會燥誒，該會水誒哦。哦，好，很想試試看但。是都是愛妻的料理。哎呦，娘子的愛妻做的料理好好好，謝謝。來，總不是先來。來，嗯，好吃。嗯，你條月餅湯哦。又不湯。都熟啊。嗯，嗯，因為我們這個，我們的丹桂姐姐嘿，她是外省家庭，對不對？對對對。做菜的時候都會嘎桶嗎？嗯，應該會比較辣一點，今天應該是比較收斂的，不敢放太辣。對對哎，我對。發現一件事誒，你看爽白就讓你講哦，客家人讓外省人生出來的小孩一定很好看。我有啊，我剛才留聯絡方式。因為我爸媽也是客家人跟外省人。你是例外啊。好了，走起來哦，就滿意嗎？非常滿意啊。非常滿意哈。愛妻料理，愛妻料理。難怪吃你們的。好好好，給去看。你還沒好吃啦？嗯，那裡還只印天上有哦。哇，很會講哎哎。呦，尤其汁配飯最好吃。嗯，呢個雞肉很好軟，很容易的雞肉，係用梅頭嘅，醃得蠻入味的。我都係雞肉，咩我都唔要。哦，你講慢肉，呢個幾多人？幾多人？雞肉很入味。嗯，緊張的時間到嘞，現場起師傅搶本分數。哎呦，
还有机会，好新师傅抢本分数。哎，来，为什么中马该压倒性？其實有冇真的很好吃。掠片會走的，啊掠片會死的。對啊，其實掠雞肉都強壯，因為掠看起來合醬含冇雜質。像我講嘅，像我頭先講，掠做咧生糖果，佢嘅雜質含會合多。哦糖果、泡果，佢嘅雜質上是看起來還有賣相。啊，佢掠可能有個蛋白質，經過分開來炒，向下炒。佢個醬汁有冇看起來？安用袂很好香哦。愛是以該種嘅外觀哦，好。它是重色。色。對 OK。我哋朋友安用。那也重色的陳師傅，來講一下。我先掠片嘛，從徐師傅聽話講嘅，即係蛋白質嘅要調出來。啲重點廣播介香，就炒到嘅燥燥，冇按通水水。哦，川菜嘅重點。了哦解。不好，怕啦。妈，你说这东一丢豆腐它就是这样吃的但是我啊。跟你说，这个家给完全没有给，因为给全部都是宠妻男人，老婆怎么煮都是爱妻料理。老婆永远是对的。對，好，接下嚟呢就可以係叫咩？慈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，我教大家咧。種埔素滷菜，好，最期待慈師傅帶來4個料理，叫咩嘢嚟做乜嘅咧？寶寶拌飯，寶寶，你那寶寶不用害一盤地圖哦。爆係乜解啦？公爆嘅爆，哦，公寶的寶，爆係有爆，哎呦，真的是真正景點的爆耶哦。九孔包，哎呦，下重本呢。九孔包。好，先來看下食材的部分。還有乜嘅？鐵條、炸味、辣椒味、蔥啊、公爆花椒、蒜頭、有醋。哦，這是醋哦。 tomato， 哦，tomato 醬、辣油、辣椒、白飯。好，今天要挑戰5分鐘嗎？我不等他回答。哎，計時，開始。你下要不要剩了飯，要不要表落去？好，5分鐘了。 5分鐘哈，已經過了4分鐘了哈。扣一下，哈，扣一下哈。哎，安用直接加熱時候嘞哦。嗯。哎，是從10多拌飯安用。嘿。哦。哇。哎，所以你倆頭菜哦，嘅料理想法係從那個韓式料理來哦。嘿。有辣，它有的。我先加油嗎？哎。哎。辣油，辣油。辣油。加辣油。幾多全副嗎？全部不用。那會做乜嘅？按手。該發酵，我不用下意。不用。你要給他加。按了。不用啦，全部不用下意。全部。好可怕哦！你竟然給總包唔怕啦。好。還會做乜嘅？按手，好，停好哈。然後先煸個花椒。有啊。從了以後條浪油，再去煸個花椒，含會失敗。浪油落去煸。就按手咧哈。好。有那個嗆味出來有哦。整樣哈。好。喏，因為我本身嘛唔好食個花椒食到。嗯，會水嘛那個味道。會腐腐。嗯。破壞口感哈，然後先炸的辣椒先落，蔥誒，好，蒜頭，但是殘酷的時間夠太幾久誒，係啊，嗰啲幾久咧3分鐘夠咧哦，油香味出來咩哈？有，好，我未驚啲啊，係我裝臭係啊，有啊哈，真的有啊。真的，你要不要站站看？沒關係。哇，拍攝，又冇嘢，有係啊，有啊，重點啊！該頭標吼肉香啦。哦，tomato醬，安用肉啦哦。有。還有加葱哦。葱。很美肉是這啲醬跟那個糖醋醬。宮保的精華度都要到位哦。你看兩味差唔多咧哦，哈，有啊。我總不是我問一下哦，因為佢我該煮吼，咱水吼，應該還美肉不用水啊，可是好像放太多，那你也放蠻多的，該水分我收回來哦。你嗆他哦。我是問一下，他要怎麼樣改變呢？哦。好，可以啊，冇放落啦。味道。也放去糖果哈，糖果當做咧，差唔多糖。現切果誒。
因为宝顺风。宝宝太辣了，宝宝又来哈，所以刚刚那么讲宝宝拌饭嘛又来了哈，宝宝准备洗了，懂的。啊，懂了哈。大家为什么？懂的。会不会大家待会集体不要吃？对啊，不会吗？对，殊途到明珠姐马上喊好家。明珠啊？哎，有没有可能？还没热锅哎。哎，你干嘛那么多水啦？哎呦，水力干、力干、水力干、水力干、水力干。宝宝准备洗了，懂的。啊，懂了哈。大家为什么？懂的。会不会大家待会集体不要吃？对啊，不会吗？第一集录到大家说俺们想的学。有啊，哦，醋有啊，差不多嘞，鸡头。哦。差不多了时间哦。鲍鱼一个。哇。哦，来糖都该给上镜点哦。有啊。哇。今天给10锅半包。哇。哇。好，完成。哇，铁砂掌，铁砂掌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哦，来，完成嘞哈。嘿，来。阿娘就好势了。哇，这个宝宝拌饭呢，真给还懂茶法的料理，你对他赶紧来讲，应该很少吃到鲍鱼吧？嘿啊，有吧？有哦，有啊，有钱的，有钱的，哎，有钱好啦，大家先唱起司夫来出题目，家长看下哪组做的豆。好，来了，请问一下，伫个切芥铺鸟的时节，用办切下好呢 ？A. 顺纹切 ，B. 很简单，逆纹切 ，A. B。好，剪猜权利用足，派出一撒了。好，马上来换猜拳。男生好了。有杀气哦！哦哟，很多种的。为什么？好，过去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你看总得先问啊。慢，莫这个。哦，你要写嘛？你要写 A 还是 B？丹桂姐，A 啊 B？应该顺纹切割吧？好，手机是 A 系吗？对。俺就是做的先 B。那就 B。当然是 A 啊。 B。好，公布答案了吗？好，答案是 A。切芥铺嘅鸡胸都係時陣咯，會順機嘅本切地係白絲，鹹妹而家煮嘅時陣變成個水鹽肉。剛才叫我係逆紋切。逆紋切豬肉。猪肉是逆纹啊，牛肉没逆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筋，它有跟着它的筋的纹路，跟那个白肉红肉没关系哦，没关系。好，好了，耶，我们可以吃得到了。来了，那就是做的款。你要洗脸先，你来有啊，有啊，好香。那看到个超会打嘞，锅巴，哇！从了洗的时候，搅从个韩式拌饭有啊，搅get有啊。太幸福了，还有锅巴的锅巴油。哇，那个烟到现在还在飘呢。好棒！是因为它会继续在导热，铁锅会继续在导热。天哪！做对喽，做对喽。开动了，开动了，走对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万荣哥懂重色的。对啊，你一碗就好了，不能太多。对啊，还蛮爽些。之前係講認識啦係朋友啊，朋友咩按用做的哦。係呀，我們都要用。比什麼朋友哦？咩有福同享哎呦。哎呦，你怎麼先買？那我給你。沒讓人先，我想講。你走得行，吞什麼口水？你家凍上半夜洗啦。哎呦。明珠姐講一下。哦，給這個最針對就係西亞嘅鍋巴的部分，你看一下呀，櫃台的。又斜啊，又魚香。讓爸爸都講講，世界嘅最好食嘅天幕嘅地都係鍋巴的部分，係嗎？最好吃的地方。不過重點是，你問他們，他們會傷心。它這個壽司呢，整體一條都比上的厚，不會。而且這個辣度是怎麼樣？它都有香味，唔過唔會辣到心肝肚皮。真的是很棒。不過來吃吃看呀。俊鵬哥呢？我覺得他那個哈真的是，美味可口，色香味俱全，尤其是那個鮑魚的，大概把我們來提跟哈那個軟嫩度厚，嘿，這啊，
张桂姐觉得？觉得我真的很久没有吃到锅巴饭了，今天吃到让我觉得想到以前的种种，我们要吃到锅巴饭非常的容易，现在非常的难。就是像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感觉嘛。对对对，把眼泪擦一擦，把眼泪擦一擦。擦了。好啦，其實你一套菜啊吼，做姜煲嘅芥料吼，係咪做啲用cái泡菜取代那個辣椒？沒做得，沒做得可能用班做創意，哈，其實都做得啦。可能從你要取代韓式泡菜嚟加，干到就是咩？其實沒做得。加的氣死嘛。氣死沒做得，氣死部隊鍋啊，因為那我覺得哈，我拿回去試試看。不用，會上，那你拿。會上。等一下，各位，我們連下水雷金行 T3關最近種嘅絕殺了，水雷金行比賽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殺卵盤麼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水母已經乾咧，非常緊張，因為剛剛條件風吹得到2分哦。會加油的哦，加油咯！大龍哥，雖然很志在參加，但是我目標是贏錢，吼，冇問題咧哦。來，先來吼打開來咁個關係吼，最重要係乜嘅？你哋冇？獻醜，獻醜，打開來係獻醜嗎？看下，哎呦，我的最愛包燒，哎呦，其實都關係啊，豆皮嘅，我老太太講一下，關係啊豆皮有2條河巴同有名，一個係牛腩河，一個係風山海。舊幾個蔬菜啊嘅河巴嘅體型啊，嗬，中藥嘅包燒做得講係得天獨厚，特別冇嘅好體型。故所呢，也就變咗呀，關係啊豆皮嘅食係最主要嘅一個經濟作物。係啊，咁個建議哦，為咗讓爆燒做乜嘅料理咧？建議來做加葱爆燒滑卵，咩滑卵？滑，咬飯先。係啊，好。有乜做？嗰啲卵哦，先拿來炒過，慢慢炒，唔會炒太熟，然後就個以爆燒下去，然後一掉水，小個煮一下，然後嗰啲偏離分水咧煸一下，然後是會滑。哦，那個法是這樣子來的，所以做卵吼，先炒葱，再來做cái滑卵，我不用偏離粉撈水，再滑呢個咁樣。好，冇問問題咧吼，你喺度出題目咧吼，準備好了。殺爆燒嘅時節，我用班來殺，該爆燒嘅甜味就會收落地板。A 冷水殺爆燒 ，B 燒水就會殺爆燒。冷水和熱水啊，燒水啦。好，來猜拳。好。女人之戰，哎呦，來，現在是女人之戰。等一下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！恭喜，好。A 和係 B， 冷水和係燒水。冷水。冷水哦，所以係 A， 你哪一下？那我們只能選 B 了哈。好，來唱公布答案係乜嘅？好，答案是 A， 冷水殺爆燒。咁我做乜嘅咧？冷水殺爆燒嘅時節哦，佢係該分解，然後慢慢會變甜味，然後叫做酥意來，唔會馬上丟體意。好，唔怕。油是沒有納豆咧。沒有，唔怕。剛才你3沒有做的，我們用在對的地方，將係重要嘅。好。水雷金行比賽咯！加油！好。我想要知道，要給滑卵的部分啊，要加幾顆蛋？要打成蛋花嗎？4隻大卵吧。大卵法呀？大卵法嗎？係。剛才有乜該做提點？唔好老張婆前講嘅嘛。細聲啊，細聲。對。有啊。有嗎？哎呦，小聲一點哦。還有乜個撇布嗎？對。水會流嘛，同咩調都同咩調少。那部分嘅熱水、熱水。卵炒好嘅時節，別向別好是都係熱水嘅。哦。然後爆燒就太煮。好。大概水分一定要控制好。好。那你知道我都那幾位時間用到廚師幫我，他唱真口關鍵的時刻。我知道係勾芡嘅嚇。勾芡噶哈，還有勾芡比較重要。好嘞，交代好嘞哈，我哋來看另外一篇。好 ，OK， 好，唔怕。
也應該喺水杯面椰都。哎呦，你又開始切菜咧啊！哎呀，那个殊途到明珠姐马上很好吃啊！明珠，啊，哎，有没有可能？真緊的啦，冇便宜啦。那个冲个圈切好嘞呢，啊，厲害到！你用多嘅啊？你要打乱。好，就嘛个秘密吼，走在线路，我们的阿哥咯阿姐先讲。加cái卵啊，小狗挑妹一定要讓，还有嘛个，哦，這個係啱啱係。卵打散來，先打算咯哟。然後幫然後他拿挑妹好上來，哈挑妹好從那打，好，先跳梅。對，幾多人？的時候咧，也對對，適量，適量。這樣哎呦 OK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呦，喊好咧，麼？好咧哦，走這個好咧，好對咧，麼？然後唐陳師傅嘞，啊，好，還有嘛個？叫時候嘞，叫時候咧，按錯咧啊！停，8、7、你6、挑便宜分到地板亂地板，加老闆， 2、1，哎呦，停！啊，不行，忘音，忘音。第二棒馬上來，馬上還停起來。好，嘿，哦，按用便宜分就拿麼？總得強合表，基本結塊，一都會地結塊，誒，慘咧，都會結塊。嗱交佢慘咧，唔好讓我講，幹嘛㗎？便宜平分啊。日本，平日本水，教導跟本地來弟嘞，有沒有那個粒？我家己就會便利粉。該就先來嘞。便利粉攞水1cc的便利粉，要不要亂滴度？安用哦，亂嘛開還有飯亂咯，1cc的，一點點要加在水裡面，先調水，先調水，那怎麼一點點了？哎呀，你看，有聰明哦，蛋精也可以被沥掉。一點點便利粉而已哦。佢凍上上，好，冇個調少呀，別，我先哦加，我很騙人哈。哇，要過濾呢，嗯，到加片冇恐龍哦，啊，做乜嘅？炒卵啦，不要強嘛。炒先不要卵，香哈。先炒卵，唔是誰冇嘅。誒，姐姐，你個學校哈煮每日煮過兩道菜，本身應該選哈。生意得哦，吼，小朋友應該也很喜歡吃滑蛋。對。哦，哇，炒過的先納醋咯喲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給導邊看哦，我加油哦，加油！完美萬。龍哥，加油哦，萬龍哥，加他油哦！正專心看他老大婆嘞。部隊咧，我正看他有沒有在欣賞。嘿呀，啊，做了什麼事？一聲音走停哦，一聲音走停哦，把它哈，放進去。哎呦，你都要給創拍表下去了哎呦，哦。冇恐龍好，哦沒關係，照我覺得哦丹桂姐有給他上牌。哦，平日本有加嗎？我會剪嘛。好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，好不好？80度可以嗎？最該不就低溫哦。胸帶的哦。好，好嘞，放玉米。等一下，咩表？冇冇，哎，我先基於炒卵啦，佢嘅想法啦，哦，依住佢嘅想法，好基於，佢嘅想沒法。冇問題啦。還沒做對啦，確定要放這個嗎？還沒做對啦，先放玉米可以啊。哦還沒做對。 OK。好，OK，這樣先講。哎放玉米。呀，唔怕啦，先你忘記放玉米，先你們放玉米。第一關就是意外中的美麗啊。先放嗎？對。還沒熱鍋哎。哎，你幹嘛有那麼多水啦？哎呦，水，湯匙，同匙用葉水把它那個慢慢這樣用葉舀。東西哦，你的面放多水。來哦，看到那裡面有多水個哦。在家裡面的樣子。等一下，我把那個水弄除掉啦。不過吼，水雖太多了然吼啦不，能犯規。哎，雖然丹桂姐吼這樣子比較緊張一點點，不過你看俊鵬哥槍挑豆妹吼，叫做小秘密。對小秘密，沒有回話。瀝乾，水瀝乾，水瀝乾，對，水瀝乾。那沒佛了呀？還有半天了，哎呦，時間都拿去開火了。慘嘞，救星來了，救星來了，沒有，他剛登那個，怎麼救？怎麼救？對，因為陳師不會老師有來，陳師不會死不有還有來，陳師傅師傅。所以這是賽中賽。雖然丹桂姐吼這樣子比較緊張一點點，不過你看俊鵬哥槍挑豆妹吼，叫做小秘密。對小秘密，沒有回水話瀝。乾，瀝乾，水瀝乾，水瀝乾，對，水瀝乾乾，瀝乾聽有無？十里照啊！哦，李味照哦。哦，提上來準備了。 OK 了，OK 了，好，8、不用再弄了， 7，可以不用瀝乾，不用。唔怕嚟嘅，唔是咧，還忙，4、 3、 2、1，時間到，哎，放眼救星來了，救星來了，救星來了。沒有，他剛登那個，
怎么救？怎么救？对，你等下做位步骤会吗？该等一下就是先要加水，让它煮一下。对，加点水腌过玉米，煮一下之后，煮了一下之后，就是把蛋放下去，然后拌炒一下，来放太白粉。哎，我们讲你来冲嘞，葱最后放，嘿，这样比较漂亮。它比较。不好意思，他问了一个比较对，那个最后来放。电梯尾忘记啊，对，放边边啊。是因为他讲的都会有一点陷阱。对，他有陷阱。我没有，我的做法可能跟你们不一样。吃到够，哎呦，厨师帮我的时间，你就叫我回来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加油，照你，我很相信他。好，我很相信他。因为换第3棒了。Vicky 总强，他很棒，很棒。好了，哇，万荣哥，好帅气的男人哦。哦，是了。厨师帮我嘞。哎，我觉得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哎，可以啊，在阳光照射之下，你看看。金黄色。哎，你们有90秒哦。快点，杨爸。嘿，又怎么来头嘞哈？哦好，按摩小师傅的。水母哈，问厨师那个来试味道，嘿，试味道一下。来，蒋师傅拢爱吃按摩头。继续开始。好，该法团哦，是不是要再多加一点水啊？马改。哦。该便宜服喊我吗？没得。哎，没火了呀！哎呦，换贴了！哎呦，时间都拿去开火了。惨嘞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熊太低嘞。不会，然后给你弄3下就好了。好。加油加油！走得了。应该还就讲动火哎，这个我第一次体这把感光哦，这个太阳越大越好。对。照射那个感觉色泽都很棒。很漂亮。香油。燃，喂吗？喂嘞，呼叫符。喂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陈师傅的老师有了，陈师傅的师傅有了。哎呦，陈师傅。所以这是赛中赛。哎呦，老师都会看几周。哎呦，会紧张吗？没。还有30秒吗？哎，好香哦。等下还有水母的试看哈。好嘞，重哥好嘞。试看，水母试看一下，还有时间。该报销就有煮软哈，软。好甜啊！那个哦，黑马个意思，滑顺。好，关掉。7倒血。 6 5倒过来。4 3 2 1，好，很好。摆盘一下。摆盘没动虫了。好的，来看看。来看另外一篇。好。哇！我觉得也很厉害耶。该不会有同台吗？不会。不会。哎，慢慢的搅时候嘞。慢慢搅哎。还有时间拍。好。我跟你快。你喊住我。要吗？好，30秒，30秒。好，厨师帮我，快点。等一下，继续开始。快！私就总不是。还没调味吧？私就总不只有厨师。还没有调味吧？有调好，都调好了，盐巴也都试过了，咸 OK。哦嘿啦，哎呦嘿。葱太白粉。9 8 7，上海时会丢水啊。好了吗？加水吗？3要吗？2 1，哎呀，排泄呢，总不是。好，做啲用功呢。拍。哎，我该便宜份冇用哦。選辣冇嘢咯。水喊我。好了。我会讲听哦。新师傅按用热辣哈，水辣咧。好。不要太多。冇用到咯，好，夾得膠。快点搅。好，9 8 7，香油甜味啊。好，香油。 4 3 2 1，时间到。大家就有吃吃困难那个张来的太重谱哦。哇，2出家常料理哦。有时候做料后，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也不简单。要蛋要滑得漂亮。不过做起来真嘅唔简单。好，现成意料的哈。来总不是，去看那哈。哎呦，又好食，好吃。虽然哈水母应该冲，我降低哈，不用该吃这袂痛，太晚了。不过哈完全不会，该冲不会呛。而且都还没懂班。
俊鹏哥、丹桂姐，你都有感觉嘞？做对啊，做对吼。有还可以，对啦还可以啦。做对。好，来吃一下蓝吹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哦，还感觉很滑嫩。肉辣呢，真正肉该滑嘅感觉哦。蛋很细。乱磨成块啦，反正人家乱有加进去滑滑的。好吃。万荣哥，应该下讲嘛嘅。我两边在软啊，磨开变成成块啊。哦，很多还有软。我们很嫩呢，就可以試啊。你看軟係嫩呢，很嫩，係，你嫩嫩嫩。係啊。不過滑軟啊，就是要這樣裹嘅。我自己很好，比較喜歡哦，我自己。懂嫩介於在煎蛋跟蒸蛋之間的滑蛋哦。好，競總嘅時間到了，呢個時間呢就先搶齊師傅搶分數。哇！恭喜！有機會咯，新師傅搶分數。香熟呢？香熟呢？齊師傅先搶個公平。同我來講哦，其實兩片炒到難啲啊，炒到一隻有白，一隻冇白。另外一條兩片葱炒到香鹹一點嘅。有一點。撈雞個玉米嘅甜味喎，改睇咧。咧，一片冇人愛用嘅。新師傅呢？第一位咧是卵先要炒過，要炒半熟嘅時間，甜味水會好多，然後嘅卵人下去，然後掉包芡，其實白咧，炒到呢度。水หั่做咧加หั่好多一點啦。好，估數今日嘅比賽結果嘅話呢，馮翠得到2分，藍翠妹得到2分，哇，thank you，冇人用嘅哦，平數。哎呀！熱切500K 嘅吼，加財勁啦，未做得，未動好。來先頒布阿馮翠嘅恭喜1800K。恭喜！還有藍翠未動好，熱切500K 加財勁。謝謝。雖然講兩句啊，其他就講啊，忙比賽以前就講，今日不管輸贏，最起都要攀走搶台前。哎呦，廣東會做到啊！好，先向下給俊鵬哥老太太分享一下，要不要參加欣賞係嘛嘅？我前番時要我機會哦，參加啱安好嘅活動哦。一方面咧，介紹啲新竹人哦，陌生嘅家鄉啊，而且風土民情也好，鐵山也好，韓國咧呢邊學習嘅主食哦，本身木卡斯要做啦，不過哦，十個咧加強練習哦，會很難好，所以我當番時。果然是柯宇老師，他會動喉動榴蓮的哦，客家話好好聽啊。丹桂姐呢？很高興能參加這個節目，希望以後還有這個機會過來這邊。你會過來嗎？要。安燕咯。怕 OK 嗎？風翠吼得到了1500K 吼，我哋嘅藍翠又未得到了1500K。今日參加嘅信心係乜嘅？當方怡本嘅范老師呢，強下還邀請來客家節目來一家之主。來練習煮菜，很高興。沒有，還是多多指導，要憑2位師傅的建議指導。所以我下做啲多多練習啦。對。萬榮哥咧，當榮幸哦，今日做嚟就參加呢一家之主嘅節目啦吼，就是學習一真多啦。我雖然講我都簽唔住，但是我們冇講係簽唔。所以咧，我將希望你先生教過嘅方式，繼續嚟嘅發揚光大，將來通將雙舞台來發揚一啲客家嘅主菜嘅精神。完全沒問題。因為你洗沙轉移之後就要辦桌了，就可以直接實現了。真的，我發現到啊，你節目當中正經係哦，大家全部都會熬年當中嘅熬年來到節目當中來 PK，所以呢，到擺到比賽時間，可以說呢，正經係富上交流，大家都拿出自家嘅18般武藝，兩面係你最想要看到嘅一種比賽嘅場面。係啊，所以哦，假使哦，你對主菜哦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對主菜哦非常有興趣。假使吼，你真正想要到節目上嚟秀恩愛，全組都要報名參加咧。好啦，今日你一家之主今日動腦年什麼太起家人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